在现代社会当中，大部分的人对到其他人穷下代，是按你所讲的群己想法。我就算安用，看来诱导你的想法方式都冇穷咗。2禮拜小時嘅步，同你大家來看嘅是2隻種哦，有啲怪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蔣義輝，歡迎收看2禮拜世界圖。先為大家上來，我哋現場嘅世界賽哦，第一屆同埋左手邊誰記住？大家好，各位看到舉手。大家好，第三屆笑笑。大家好，最尾看到係新來的媽。大家好，來歡迎4位小哦。你2禮拜我哋討論嘅主題，你就做我有啲怪，挑一下怪到哪？先看題圖。來，特別的村莊，這個村莊有點怪，美國什麼村莊有點怪呢？按出相片過去看，這個照片有一點露出馬腳，你們有沒有看到？對，是馬腳，馬車啊。來，搶 New Stock 出題。第一題。馬茶紅嘅人，迄個村呢有乜個特色喏？第一，隨時都啲曬味嘅；第二，都唔好現代科技；第三，天日翕都翕聽。正常團請出示答案。哈，現代的人應該不喜歡科技這個東西。嗯哼。然後電影拍完是不太可能的事情，然後隨時都在動作，我是覺得比較有可能。游牧民族，還好你有很棒的夥伴，游牧民族哦，你覺得他們是游牧民族？麗媽，為什麼你選2？就是感覺他就是穿的衣服比較古老一點，然後旁邊的人都是穿一些 T 恤或者什麼的，而且他馬車就是也很，就是比較古代的一種。沒有用一些腳踏車或摩托車，我就覺得他們東西我都沒看到任何現代的科技，他們都沒有用手機那種。答題手，重點在你，你覺得呢？其實都在移動中的話，他們是沒有住的地方嘛。那如果說沒有住的地方，為什麼後面還要有房子？哦，可是他沒有說那是他的房子。可是這樣的話，為什麼又要有馬車？這樣的話不就是顯示說他可能不喜歡現代的科技之類的嗎？為什麼不是3？就沒有看到攝影配備。對啊，當然不會讓你們看到啊。小歐的觀眾看我們的節目有看到攝影機嗎？沒有。對呀，不用這樣。來，答題手請出示答案。好可怕哦！第一題，他們的答案是現代科技都唔好，咁係正確嘅答案就搶 New Stock， 結果是一個好的答案。當然，剛才我很喜歡一開始的時候，令媽她分析的，她從他們的穿着就發現跟旁邊的人做對照，他們叫 Amish 阿米許人，然後他們是基督教的一支，他們就是排斥這些現代的東西，所以他們用的都是在大概我們可以看到30年前、50年前有的東西。來，究竟阿米許人佢哋個樣板的想法，樣板會去安慰想法，看來看 New Stock 嘅計算。真難想象會有人故意不使用現代科技。阿米許人不會覺得這樣的生活懂辛苦嘿？冇，按用嘅想法真經懂辛苦，要懂到天色符合嘅線條去做，唔過味道仲夠信用，佢也要用一種嘅方式來維持單純有規矩嘅想法。迄條人工嘅用無面哦。冇，人工嘅無面嘅原因，未留記到嘅信仰有關係咯。阿米許人知道，強由上帝做得創造人，故說人做嘅人工嘅做唔得像人，
要做唔得油面。亚米係吉亞釣嘅好家伙，看起來強勇啊！無強用嘅素菜係阿米希人知道細學嘅唔是讀高中留大學，因為是愛讀到國中就已經學會所有阿米希人高二嚟用得到嘅知識了。原來係咁樣，阿米許人因為信仰吉亞釣嘅神法，讓愛真經輕無強用。实际看到这样的人啊，你们有什么感受？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说，我们的生活过得不够好，或是还就是会，而且我们的生活现在很便捷，不像他们会，就是会用一些比较原始的东西。假如说就是因为我们可能会有比较多的竞争，所以可能他们没有那么多竞争，所以有时候他们也是会比较快乐。我觉得我不太可能会像他们一样，就是脱离现在的科技去生活，就我不太可能做得到。你最难脱离的科技是什么？但就是手机，3C 啊，3C。到底了解综合就得怪，听一听而很难。看来看地图，这个村庄有点怪啊，是中国，中国哪位怪？看来看题目。第一題，一隻鐘頭有一隻特別嘅名嘅，睇看下咧係乜嘅哦？第一，兒童總班村；第二，童話蠟燭村；第三，祖兒亡國村。那个白色的那个是人吧？那个是人哦，那是不像蜡像吗？有可能是蜡像，有可能是人，我现在不能告诉你，因为它就是解答的一部分，所以那很小。就是那个比例。3位小欧，请出示答案。智囊团加油哦！第一题你们是答对的哦，起码有一些共识。我们从没共识的开始。个人认为，就是第一眼看到，应该都是会觉得它很小嘛。那就像，因为我记得侏儒指的是，比较就是娇小的东西嘛。那东西什么东西？人的人，所以呢，我觉得说，就感觉就跟侏儒王国村一样。我真的觉得那个不是真的人。对，感觉有点。那他为什么要喝水？不是水吗？为什么立马也选蜡像？就感觉有那个，假如说是儿童装扮的话，应该会有比较多的儿童去啊。他们睡午觉啊，小朋友都要睡午觉的啊。那个人为什么还在外面？睡不着啊。那这样会有大人呢？What's your answer？ 我觉得是3。来，你说理由没关系啊。因为我看了那个人嘛，那个人的很像人的东西。你说白雪公主，白雪公主，就是我们姑且叫她白雪公主。白雪公主，她看起来就是你看她的比例就是很像比较像小朋友或者是侏儒。然后呢，我在想说，就是如果是小朋友的话，不可能这都没有人。来，请出示答案。来，答案是不是3？研究考解答。我觉得解答是。各位，这是什么？站在这个位置的重要性，答题手，好不好？除了相信队友，也要相信自己。周遭有同学或是朋友，或是有见过吗？有啊，有，它就是软骨发育不全症，它是一种症状。你会看比例上不是矮，它是身体的比例跟我们一般人的比例不一样。如果相较的话，除了身体不一样之外，其他几乎都一样，包括智力。他的大脑，他的智力是跟我们无异的。我们看下一张照片，就会很清楚知道他们来这边做什么。这就像是一个游乐园，狂欢节，让别人买票去参观侏儒表演。我觉得有点歧视的感觉，就是因为你不会买票去看正常人去那边，就是就像去那边做他们会做的事情。这好像就变成拿他们的那个身高来做一个噱头，然后就是我觉得这样好像不对的。来，我反而觉得这不是一种歧视。
因为反而是因为可能现代人很多可能工作，譬如说他们有可能就是觉得说正常人才能来做这份工作嘛，所以变成说可能很多侏儒因为外表的歧视，所以没有工作可以做，反而因为这样的就是工作和别人，他们才有办法就是去赚钱之类的。可能是欣赏他们说，就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，但是还可以证明自己可以跟别人做一样的事情。但实际上，確實愛用嘅只技巧嘅選材要當到正義面，要哪條咧？應看 Newstalk 嘅計算。報一個主義王國村係一個城里人建立嘅遊樂園，佢請嚟青島有主義證嘅人，本佢哋作定千丈嘅神父，唱歌、跳舞、表演才藝。做出像係童話故事度寫愛人王國嘅樣誒來上映下哦。演落去按用。哎，弟弟给煮饭嘿，亚给做好像是特别为侏儒症患者设计的。冇，係啊，一條主義證嘅表演者，佢哋啊平常時就喺啲園區附近嘅熟沙度，佢一條鄉下做事，咪鄉下講嘢了。按用動好啊，佢阿條做在老同志嘅共用經營鄉下，又做在表演賺錢，會有什麼爭議呢？冇，可是有人知道。也特別對有主義症嘅人來講係一隻好素材，不過沒有人知道用有主義症嘅人嘅外形來相應下來了，就同佢一條準同不用嘅，像係啲歧視佢一條哦。來哦！大家實實來看哦，兩位冇電腦、冇手機，不過有隻台語寫字都當好嘅節目，該是係馬戲團來了。馬戲團第六就當作精彩表演，大放光，然後一邊騎馬，一邊跳芭蕾舞，還做啲步氣評分，唔會跌下來，實在很強哦。人體跑台也係當受歡迎嘅表演。工作人員將人送去跑關地圖之後，多算計時，3年人小本發射到動人的地方。3、2、1，也就是馬戲團的宣傳海報，叫2千買門票，直接落去看。看乜嘅咧？地圖就全世界最大嘅玩人，最個玩人又最愛人，你會想落去？你敢相信馬戲團所講嘅？佢係全世界最大嘅原因，佢係全世界最高原因。馬戲團所用嘅是兩種當澎湃嘅宣傳，從寫到大家嘅好奇心。所以其實大家都帳篷地圖嘅，對老人哋窮樣嘅，平常人聽聽。哦，羅浮跳火圈，也係馬戲團當聲音看嘅表演項目。不過，同步都當鏡火，你一跳羅浮，竟然敢跳火圈，咁咪幾特別勇敢？唉，台上都該做表演訓練，訓練室嘅小黃除了變呢，還有一個漸漸嘅滾呢。台上係個舞堂訓練室嘅外，其實拿個滾呢去抽起，然後當同時間一長，當喺台上當慈善呢，是咪越來越堂外？當人提出來抗議，講馬戲團的表演太唔人性，不如汽車同步表演。最近還有國家提出新的規定，是馬戲團總得要同步表演。也係今年的日報46年面上動態嘅00馬戲團，要把訓練當到嘅同步面向。不過呢下馬戲團已經解釋冇個人入嚟同步表演，嗰日看唔到。好，四隻題目已經兩隻都錯了，下面就機會4題都錯了。先來看
行家题目到那家国家，到了一个之前是烽火遍地之处，这个国家你们知道吗？伊拉克。来，我们看第一张照片，他的右脚跟他的右脚，一群人就有2个，他们装一只。来，看好来看题目。第3題，讓嘅當年都有村民本體雷炸傷咧。第1，因為生活太窮苦咧；第2，因為引致嘅戰爭；第3，因為本人不但可以插體雷，嘣！看到这一题，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他们装一只呢？因为他们都被地雷炸伤了。问题就在于，为什么会一直有人被地雷炸伤？既然你知道那边有地雷，怎么接二连三还是有人被炸伤？有吗？请出示答案。都是一样的答案吧？为什么是3？因为一直打战争，可能因为他们还在骑脚踏车或做什么，感觉像，也不像很难过，就是在一直打战争，所以我觉得2没有那么有可能。他们会不会是因为要出去工作？因为我看第一张照片，小孩好像都没有就是被地雷炸伤之类的。可是如果这么说的话，就表示说他们如果不得已去工作的话，这样是不是会因为他们生活太贫穷？所以我有点犹豫，到底是1还是3。你在讲话的同时，旁边有一只手一直这样。来，我们请那只手讲话。我觉得我要改变，就是要变1。然后呢，如果他们很贫穷的话，他们就也许需要，就是他们搞不好就是说拆地雷也可以赚到一些钱，然后爸爸妈妈就拆地雷，然后即使被炸到还是很开心。就是如果说我觉得他们可能没有笨，就是笨到就是说他去拆地雷有钱赚，但是他赚到之后呢，脚被炸伤，然后把那笔钱拿去用医药费，这样他不是等于没赚钱，然后又害自己受伤。没有，可是搞不好他们就说，如果你不小心被炸到，我会帮你付医药费。不要管这些。然后你原本的答案是什么？原本是3。OK。可是好啊。可是有犹豫在1。被迫就会很难过啊。好了吗？我觉得1比较有可能。请公布解答。才可以。解答是。我好渴哦。孩子收起来。很棒，来，我们看一下照片，这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地雷。我以为你会说像是一个提拉米苏30年前左右，那个时候因为战争嘛，他们就埋了很多地雷。纵使后来战争结束了，可是这些地雷没有被清走，都还留在伊拉克的土地上。那经过战争之后，当地的人也没有公司了，也没有工厂，也没有地方上班了，他们没有办法赚钱。其中一种赚钱的方式就是去收集，比方说炮弹、战车、卡车、军用品，他们剩的那些铁器拿去卖。可是问题是，他们在去到那些战区收集那些东西的时候，就不小心就会误踩地雷。追根究底是因为实在是生活太穷困，他们也知道那个危险很高，可是不得不这么做。4题已经答对3题了，来，最末一家关键的题目，此次冇看到先看相片。Where is it？ 水上，泡在海海里面的一座房子。很奇怪啊。很奇怪。因为如果是浮在水面上，会有那个浮的，它有可能是建在水面上。这一题非常的难，难爆了。嘿，看好了吗？请看题目。第4題，一位嘅村民從細要面對乜嘅挑戰呢？第1，來溜潮嘅時候，啵。第2，在河中的游，第3，到海航吃多咯。智囊团请出示答案。没那么糟啊。就是先看1，就是涨潮就要跑，可是就是你不用跑啊，因为你有船啊。然后
然后第三就是海上住到老，就是那个后面的有个船，不是看起来像有个房子的，对就是船可以，就是他们的家可以飘着走。对，这个嘛，是船吗？这下面有一个那个这个浮的那个东西，嗯哼，然后所以他们不需要就是住到，他们如果可能不想要在这边可以跑走。我觉得第二个比较有可能，因为就是很像第二题的观光景点，就是会有人来这边参观，然后呢，你会载着人，然后就是你不能摇。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观光客，你到了这么特别的地方，你会想要坐这种船吗？是他哦，你们会？会啊，不觉得危险？当然觉得危险，但是会、啊。然后你不觉得残忍？叫这么小的小孩划船，我觉得帮你摆渡，他们一定很热情。不是，那万一今天所以你想怎样拥抱吗？没有了。涨潮就要跑。我那时候我第一颗想法是我没有看到陆地，所以我就觉得说他没有地方可以跑。嗯哼，再来载客不能摇，没有陆地就没有人嘛，那他有什么哪来的客人？嗯然后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性相对比较高是海上住哼到，OK，老。好。真正关键的，感觉是我觉得那个房子不是漂浮的，高脚屋它其实是架在对，感觉比较像高脚屋，然后可能有衡量过那个涨潮的高度。所以对耶，它为什么这边空这么多哈？对，原来已经有预留了日后涨潮的空间。有可能， OK，所以不是一。所以涨潮就要跑，我觉得不太可能。嗯哼，来，答题手请出示答案。关键一票。2 Mr. Answer Man，向日葵的 What's 颜 your 色开始 answer？ 成长。 OK，枪口答案。解答是不是2呢？啊，没有了。不好意思，来，不好意思。哎，灯不会亮哎。收起来。来，我先带大家看在哪个地方。来，不要激动。然后我最激动了，不好意思。来，这是大概在印尼，有没有看到？旁边的西里伯斯海的一个特别的民族叫巴瑶族，这些人从出生开始就终其一生都住在海上。这跟我们之前看的那个选项秀秀讲的一样，他们是一群马车的海上游牧民族，又被称为海上的吉普赛人。大家知道吉普赛人吗？居无定所。我们还要看一段，就是关于巴瑶族很多人点阅很热门的影片，你们会更加清楚他们有哪一些一般人所没有的技能。父兄贴片，他的船怎么了？沉下去了，那要怎么办？把水弄光，怎么弄光？把水舀出来。哇，你看哦，平衡力很好你，看哦，强哎，水怎么了？倒出去了。你看，不要猜，你就这样看，你觉得他大概几3岁？年级、3、4年级， 3、4 7岁年级，吧7岁、1年8级、岁，那7岁才1年级。 7、8岁。巴瑶族不但因为在海上生活，发展出其他民族、其他族群所没有的技能，他们甚至连身体的构造都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。来，到底选题哪条叫做冇橋nhau？要請 New Stock 來解說。好酷好酷哦！每天都住在海上，就做得大逆告诉你嘞。保護係當日都做得搞水啊，唔過做唔得單槍搞水聽聽哦。巴瑤人青春有嘅係我要才跳啲水巷過熱咧，像係爬船、抽水、做海釣渡嘅生活。黑用巴瑶人潜水的裝备和旁边那个潜水员差那么多。韩哥他还没有带氧气瓶。保護，因為巴瑤人有內建一隻動站掉嘅氧氣罐，人對面水嘅世界延伸度嘅皮艙就像係氧氣罐，負責把氧氣做得送到延伸度空。巴瑤人嘅皮艙一胎傳過一胎，經過基因嘅演化。
到一下，就得讲是一般人嘅1.5倍态哦，宝。真银喊的，原来生活方式还会影响基因，看来人类的生存能力也是蛮厉害的。关键来了，看我这边，看我这边，尤其是你这位先生，今天是在谁答题的时候，哪一位当答题手的时候没有答对的？看一下大荧幕，各位，还记得吗？阿美许人，身在台湾的我们，无力去体会阿美许人过的生活，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摆脱现代科技。但是制作团队非常的用心，让大家能够体验到阿美许人马。斗笠，不要再斗笠了，请带码头。改名一下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各位观众，当朋友有难的时候，身为队友的他们，并不会弃队友于不顾。因此，今天有一位勇者，愿意当另外一只马，而且是一只黑马。来，请带头到。2只马，2位同学，下周礼拜六，我们就7点半，记得准时收听。加油！